出来这个位置啊。那我现在先做这个弹簧的部分。手掌大的黑盒子放在手心组装，文化创业人才陈建成正在发明新产品。我们前后画这个研发这个东西，大概花了半年的时间。我们在这边替客家人争一口气，陈建成专注发明，因此废寝忘食。他手里拿的是行动阅读灯，说穿了就是把灯带着走。这间黑漆漆的小密室叫做暗房，用来测试 LED 灯亮度。做完以后，电池放进去了以后，我们先开到完整亮度，然后把它移到我们这个暗房这个暗箱里面去。这个表示说我们在看书的这个面积范围，它的标准的照度亮度。电子系毕业的陈建成把所学的派上用场，至于阅读灯的外观，则是彩绘客家油桐花。现在我们就要打底，打底完了以后呢，待会我们要就是彩绘。一只阅读灯全程手工制作，尽管再繁琐，也要坚持品质。看似内行人，其实陈建成的本行是卖参考书籍，4年前才转型。那个时候，应该算是民国95年的时候，我们就有稍微的警惕到我们自己，可能在未来台湾剩下的产业，也不过是文化事业了。我们如果把文化事业都丢了，那台湾的产业，我相信也就没了。陈建成翻开笔记本，指着最初的构想，半年来不断修正，总算有结果。这只灯放在书本旁照亮，或者吸附在白板上，还申请专利，甚至赢得产品设计奖。当初一个念头栽进去，陈建成砸下了上百万，从没后悔过。是客家人应景精神支持他走下去。他可以代表我们客家的精神。什么？为什么？因为我是客家人，我的颈子很硬，叫做硬颈。把光亮带着走，小小发想，半年实现。陈建成以客家坚毅圆梦，当暗房里油桐花发光，也点亮了我的感动时刻。